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竟敢挟持朝廷命官！我们手里这把刀，孙大人不会不认的。是锦衣卫。大人所言极是，在下就是锦衣卫。好大的胆子！就算你们是锦衣卫的人，可本官所作所为未触国法，你们敢对老夫如何？孙大人若不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那为何不光明正大的走大道，反而走这种偏僻的小巷呢？怎么，孙大人无话可说了吧？你怀里藏的是什么？让我们也开开眼。放肆！我乃朝廷命官，你敢？你放肆！快交出来！大胆！你们，放肆！放肆！把东西还给我！你的！孙大人，这么简单的一包东西，包得这么仔细，好像是吃的。想必孙大人是要送给什么重要的人物吧？休得无礼！把东西还给我！给我！孙伯宇，我们早已打探清楚，你身为朝廷命官，大逆不道，私自带着违禁物品进宫毒害皇上，还说没有触犯国法。没有，我没有。有没有？去跟阎王爷说吧。什么人敢阻拦锦衣卫执法？执法！锦衣卫丧尽天良，灭绝人性。今日有本姑娘在，你们休想得逞！找死！我看你是活腻了。董卿姐，没关系，你别怕。哎，你有没有怎么样？没事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董姐姐，你受伤了？我一点小伤，不碍事的。哎，我先过去看看那位大人。这位大人，您没事吧？多谢大侠相救。本官与大侠素未谋面，大侠却为了救本官，甘冒如此风险。还请大侠受本官一拜。哎，万万不可！大人乃朝廷命官，我乃一介草民，怎能受此大败？再说锦衣卫向来杀人无数，残害忠良，我又岂能见死不救呢？怎么，你受伤了？要不先随本官回府，也好找大夫给恩人疗伤。区区小伤，没什么要紧的。大人，请您自行保重，在下告辞了。恩人好走。告辞。告辞。阿弟，没事了吧？没事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嗯。丹丹乖，先自己玩，等爹写完这些字再陪你玩，好不好？我不管，我不管，爹，我现在就要你陪我玩。丹丹不乖了是吧？那爹问你，想不想吃大苹果？大苹果，好啊，好啊。那丹丹想想，如果爹陪丹丹玩的话，就不能做生意了。不做生意，咱们哪有钱给丹丹买大苹果啊？那好吧，
我自己玩。那爹赶紧做生意，赚好多好多钱，回家买好多好多大苹果，回去和娘一块儿吃。哎，丹丹这才乖啊！去吧，自己玩吧。嗯。冬青姐，实在不行就歇会儿吧。没事儿。要不然前面找家医馆，我扶你去看看。丹丹，危险！哎！怎么样，小妹妹？丹丹，没事吧？啊？没事，是这位叔叔救了我。多谢。兄台，你的手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想趁机占便宜啊？不，你误会了。还读书人呢？你知不知道男女那个什么不亲啊？是男女授受不亲，可是这位相公，莫非二位是女扮男装？得罪。哎，行了，赶快告诉我们这附近最近的医馆在哪儿啊？哦，这位姑娘，我们家娘子略通医术，要不然先带这位相公，先带这位姑娘到我家去吧。嗯。免死铁券，骑兵9000岁，厉公公吩咐卑职，交回这2面免死铁券，并向9000岁禀报，叶红影和老贼顾县城的孙子正在折剑山庄。那他为什么不向京城禀明？为何杀死潘如真的原因？难道他真的起了反叛之心吗？骑兵9000岁，叶千户为何不返京城？其中原因，厉公公并未告知卑职。传下话去，无论死活，速把叶红影送回京城。本座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慢。9000岁，我儿方宗是不是也到东山县了？骑兵9000岁，大小姐确实已经到了东山县，目前正由厉公公好生伺候着呢。岂有此理！厉飞鸾为何不将我儿方宗速送回京城？难道他把本座的命令当成了耳旁风吗？这事卑职也听说了，厉公公的确是打算护送大小姐回京的，可是大小姐却坚持要留在东山县，并表示要协助厉公公生擒叶红影，找到顾老贼官印的下落。混账！战天云这个老匹夫，不但老谋深算，而且手中还剩有1面先皇留下来的免死铁券。叶红影和顾县城的孙子逃到了折剑山庄，想要将他们生擒活捉，谈何容易！立刻传话厉飞鸾，将方宗速送回京城。娘，你快来啊！回来了。玉莲，今天丹丹有没有淘气呀？娘，你快救救那位大姐姐吧！是啊，玉莲，那位姑娘受了伤，你快给她看看吧。墨竹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轻易惹麻烦吗？怎么还带陌生人回来？我……算了，不想救就算了，我们自己找大夫去。冬青姐，我们走。哎，二位请等等。玉莲，二位姑娘不是外人，是我们丹丹的救命恩人，我们岂有见死不救之理啊？娘，我刚才从树上掉下来，是大姐姐救了我，你就救救她吧。好吧，我们回家再说吧。大小姐，你不能离开这里。你们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居然敢拦着本小姐！再不让开，别怪我手下不留情。哎呀，大小姐，
何苦为难这些下人呢？立刻护送您回京，这可是9000岁的旨意，谁敢违抗啊？没人敢，我敢。我知道我叔叔为什么让我回京，不就是要我进宫吗？我告诉你们，除非我死了，要不然我是不会跟你们回去的。都给我让开，听到没有？哎呀，大小姐，您何苦为难在下呢？好，你们不让是不是？你们不让，我就打出去，看你们谁能拦得住我。放手，不许伤害大小姐。怎么办，公公？立刻飞鸽传书给9000岁，就说大小姐打伤侍卫逃跑，我们想拦，没拦住。可是长公，要是不把大小姐追回来，只怕9000岁怪罪啊。你们只管照我的话去办就行了。是。哼哼，魏忠贤年岁已高，这9000岁的麒麟宝座也该换人坐坐了。如今这魏方宗对魏忠贤已起了异心，要是运用得当，他将不失为一把扳倒魏忠贤最锋利的武器。哼哼。